总是阮已经有即个信的神，拄拄照所记载讲，我有信，所以有讲；阮也信，所以也讲。家己知，互主耶稣搁活的，也要互阮甲耶稣搁活，搁要引进阮甲恁三甲徛伫伊的面前。因为万项事拢是为着恁，要互恩典对人哪济来哪加添，就互感谢一发充满，直到上帝得到荣光。所以，阮无累志，阮的外体虽然败坏，若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。因为阮万年久辛勤的艰苦，是甲阮诚上顶上永远的大荣光。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未看去的，是看伫所未看去的。因为所未看去的是暂时，所未看去的是永远。因为阮知，阮伫地里报边的厝若毁坏，就有对上帝所起造，毋是人的手所造的厝，是永远伫天里的。请陈美玲牧师来讲道题目是顾念迄看袂起的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实用主义的现代，所有代志拢是用金钱在计算。人认为会当用钱买到的，就是有价值。亲像咱若将物件买入去厝里，囤伫厝里，也是咱去餐厅食饭，将巴肚填好满，咱就会感觉非常的满足，也认为人生不虚此行。其他的代志就无啥要紧啊。但是，敢真正是钱才是上重要的？其他的代志拢无重要吗？举品德来做例，品德看袂见，无法度计算。毋过，当咱看新闻，就会发现现代人的道德感已经渐渐伫失落。毋若是大人，连囡仔嘛是安尼。因为我伫国小教生命教育课程有10几年的时间，所以我的感受是哪来哪深。伫今年要毕业的6年级，其中有一个课程，就是爱这囡仔来介绍因的梦想，并且叫因想看卖。会当安怎设立目标来调整家己的梦想来进前？所以有的囡仔写伊想要做篮球队的队员，所以伊努力伫遐练体力，伊愿望伊会当加入篮球队。有的囡仔想要做点心师傅，所以伊会开始练习做点心，认捌食材的特性。当然，伫这5个班的内面，也一定有几个囡仔因毋知影因的梦想是啥物。因敢若想要逐工伫遐耍手机啊，但是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的梦想互我非常的惊吓。伊讲伊愿望会当找着人，甲伊包养，互伊喜卡，然后伊设定努力的目标，就是互家己哪来哪水。这是咱的后一代，但是我相信这毋是伊个人的价值观出问题尔，这表示伊的家庭。规个社会价值观已经互扭曲，所以反映伫一个要找无梦想的囡仔的顶面。所以我无批判伊，我写几句话鼓励伊会当去找着家己的梦想。我也伫内心替伊祈祷，愿望即个查某囡仔伫成长的过程，伫拄着困难的时，会当想着其他的可能性，嘛会当想着捌有一个人安尼伫鼓励伊。兄弟姊妹。看会见的，减比看袂见的重要吗？咱真有智慧，一定会马上回答毋是，因为咱嘛知影，若是疼，若是道德，若是圣人这物件拢无去，这个世界是无法度运作的。但是真奇怪，咱甲用真侪时间伫遮看会见的代志的顶面，反倒遐看袂见的，咱是等伫后面。毋过，咱生命的顺序若放毋着位置，真紧就会出问题。因为当咱去做咱家己看做好的代志，就会离开上帝为着咱设计的蓝图甲计划。毋过，上帝无爱咱过即种生活，所以伫旧约的先知、新约耶稣、保罗的教师，拢伫提醒咱爱转来上帝面前。当咱找到正确的生命的特殊，
虽然有时也会拄着惊吓、妖异，但是第7节甲咱讲，阮是土做的器具，内面有宝贝，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上帝，毋是对阮出来。保罗讲，咱即个土做的器具，伊无完美，有时嘛有必分，但是上帝较将一个宝贝放伫咱的内面。即个宝贝伫咱摇移的时，要互咱会当来坚定持守上帝应允；伫咱上软弱的时刻，嘛会当互咱因为主来刚强；伫咱惊吓的时刻，互咱会当靠主来勇敢；伫咱哀伤的时刻，嘛互咱会当因为主来得到喜乐。即个宝贝就是信心。保罗用土做的器具在讲，让咱人的软弱袂当限制即个宝贝气力，因为即个气力是属于上帝，毋是咱有外熬。保罗嘛用伊的性命在做见证，伊讲：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，毋过无克服；拄着绝境，毋过无绝望；受着困着，毋过无受放杀。受拍倒，毋过无抵到死。这是保罗伊亲身所拄着的种种的经验。为什么伊拄着遐尼济困难的代志，了后伊较会当讲安尼的话呢？因为伊有信心，并且毋若安尼，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，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。为着伊，我放下一切。看万事做本数，是要得到基督。当保罗将认捌耶稣安尼的信心，看做是上好上大的宝贝，这就真做伊的气力。所以保罗伫今仔日接续的经文，伊提出3种的对比，提醒咱爱去思考。当咱真正有信心，虽然也会拄着困难，但是当咱将眼光放伫上帝遐，咱的生活甲咱的人生就会产生极大的改变。保罗大声引用诗篇伫遐讲：“我有信，所以我才讲。”伊伫遐表明，伊会讲出遮个话，毋是伊在讲白贼，是根据伊的相信，所以伊才讲会出遮个话，伊才会当去传。即句话嘛，真做所有宣扬福音的人基本的原则。你在甲人传耶稣的时，你的心内敢真正相信？这毋单是伫甲人讲有一个耶稣的存在。保罗是讲，你的信心敢真正互你相信耶稣有死，然后有搁活咧，并且你嘛用同款的信心去甲人传扬耶稣的死，甲耶稣的搁活咧。保罗讲，因为伊有相信。所以，伊讲话，伊去传扬。当咱咧传扬耶稣的时，若讲耶稣是一个道德的老师，人真会当接受，因为世间已经有真侪道德的老师。但是，若讲到耶稣会为着人死，然后搁活，真侪人就无法度接受，因为这超出人的理解。亲像以前我有一个传福音的对象，就是安尼。每一届伊拄着困难的时，伊就会来问我讲：啊，你的信仰会安怎讲？我就爱去想一个圣经的故事，也是耶稣捌讲过的譬喻来甲伊说明。故事人拢足爱听的，伊嘛认为耶稣足巧的。但是每一届我想要搁较深入，甲伊讲到耶稣为着人来死二十字架，但是有搁活的时，伊拢当作是笑话在看，因为伊认为迄是基督徒编出来的故事，一个人哪有可能死搁活咧？但是保罗伫遮提醒的，伊讲相信，毋那是头壳内的相信，因为当咱相信，咱规个人嘛开始会有改变。伫19世纪美国的贫民区有一个酒鬼叫做梅尔托特。伊为着要啉酒，会当讲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伊逐项工课拢做袂久，伊转去厝里嘛找囡仔，也是找伊的太太掠出去。有
一天，伊转去厝里，伊看见伊细汉查某囝病甲非常的严重，但是伊逃避，就啉搁较济酒来麻痹家己，然后将伊查某囡仔的鞋脱掉，摕去卖换钱来买酒来啉。等伊啉烧酒醉转去，发现伊的囡仔已经死去啊！伊非常的后悔，搁想着伊家己的性命实在是乱七八糟。伊就想要结束伊的性命，所以伊就行过即个芝加哥上黑暗的所在，伊暗算要去密西根湖伫遐来自杀。当伊行伫路里，突然间听到有人伫遐来话讲，耶稣疼罪人，并且为着罪人来死来过活。伊当时没有托特就对家己讲：敢有人会疼我即款人咧？伊就徛伫遐继续听落去，无想到上帝的话，上帝听，甲伊掠掉的。伊信主了后，伊就将酒改掉，并且世界去帮赞送乡的流浪汉、社会的边缘人。伊伫美国设立50几个宣教站，帮赞几啊万互酒捆绑的人，互这个人会当认捌耶稣，互因的性命得到改变。所以咱看见国外耶稣是会改变人的，所以基督徒本身，咱爱先互上帝的话改变，然后咱才有气力会当去传扬耶稣，互即个改变咱的福音会当去帮助搁较侪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的信心、你的相信非常的重要。这个相信毋是头壳内的相信。这个相信是咱内心真正相信，然后当咱将这个相信去甲别人分享，咱内心的信心就会当帮助咱去面对逐样的艰难。因为当你有信心，互你知影讲，连死亡这种代志，连对死搁活这种人无法度解决的难题，上帝都会当解决啦。安尼咱佫有啥物好通惊的？当咱将这种信心放伫咱的内心，咱对其他的事敢有啥物好通惊的？所以伫16节到18节，咱看见几下的对比。伫遮讲到外在的人、内在的人，暂时搁小可的艰苦，搁较大永远的阳光。看会见的是暂时，看袂见的是永远。外在的人、内在的人。就是伫讲，咱的肉体虽然一天比一天毁坏，但是耶稣互咱新的活命，所以咱会当一天一天哪来哪行往上帝欢喜的方向。耶稣捌讲过，会害死身躯，较袂害死灵魂的，恁毋免惊。颠倒着惊会将灵魂甲身躯陷入地狱毁灭的上帝。耶稣安尼提醒咱，耶稣讲，虽然环境会压迫咱即个人，但是因为咱的内在有认捌耶稣的这种信心来看做宝贝，所以咱会当伫患难中刚强来换新。美国第6任的总统约翰亚当斯，伊伫年老的时，定定摕伊的拐仔出去散步。人若拄着伊，甲伊请安讲：“亚当斯先生，你好无？”亚当斯伊就会回答：“好，好。”约翰亚当斯哪来哪臃肿，但是所住的厝已经袂使啊，伊已经破甲无法度住。这个总统敢是你讲？这前总统敢是你讲伊的厝，伊住的厝无法度住？毋是哦，伊讲，你看。伊伸手摸家己的头壳，厝顶遐尔破烂，敢若剩几下的瓦片，意思就是讲伊的头毛拢落了了，剩无偌济啊。伊佫伸手摸家己的胸坎，讲水泥也拢落了了，内面有几支的铁枝拢显会出来。伊的意思就是伊的身躯哪来哪散，伊的扁仔骨非常的明显。最后亚当斯举起伊的拐仔讲。厝的条仔嘛拢在朽烂，所以我爱用即支拐仔来记载。
意思就是伊的双脚已经拢无气力，伊行路的时爱用拐仔，伊才会当行路。亚当斯总统伊知影伊的外在不断的朽烂，但是伊知影伊是一个真敬虔的基督徒，所以伊知影伊的人生无遗憾，伊无伫遐吐气怨叹，为什么我会变甲安尼？因为伊知影肉体虽然会败坏，但是伊的内在换新。这个换新在地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伊就是新造的人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拢变做新的。甲基督结连，毋是讲咱洗礼就是结连，伊是一种不断进前的状态。因为当咱甲基督有结连，咱才会想要读圣经，咱才会想要祈祷，咱才会想要去分享这个福音，咱才会想要去关怀别人的灵魂。搁来第二个对比，保罗是提起讲，暂时搁小块艰苦，对比迄个搁较大永远的荣光。伫遮讲的就是咱伫世间所受的苦难。虽然咱伫苦难的时，迄段期间非常非常的艰苦，但是若甲永远比起来，不过是短暂的，并且即个苦楚，甲咱伫主遐要领受的荣光比较起来，嘛算是小块的。兄弟姊妹，若无十字架，就无荣光的免流。保罗会用暂时小块去比较迄个搁较大永远的来形容，绝对毋是伊家己伫欺骗家己。因为对伊开始服侍主耶稣了后，伊的生命产生极大的转变。过去伊是一个互人尊重的犹太教的律比，但是现在是一个凡人，互关伫监狱内面。过去伊有尊贵好势的生活，但是现在伊较是世界伫遐流浪。但是伊会安尼讲，这表示伊深知十字架的气力赢过伊所面对的环境，所以伊嘛将安尼的气力介绍互咱知影，服侍主的道路毋是一件顺遂，但是服侍主最后听候咱的是搁较大永远的荣光。第三个对比就是看会到的是暂时，看袂见的才是永远。暂时甲永远是两种永远无法度共款的观念。咱知影伫世间无一项代志是永远的，只有上帝才是永远。亲像诗篇90篇甲咱讲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。众山也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，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只有上帝是永远的。但是人的愚妄，较互咱定定互捆绑伫迄个短暂会改变、无法度瓦开的代志，也是物件的顶面。所以，伫即时信仰团体就非常的重要。当咱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，若是咱专心所听的道理，兄弟姊妹彼此的关怀甲带祷，就一点一滴会伫影响咱对永远的事、对上帝的代志的看重。这是咱伫厝内看直播、伫看 Good TV 所无法度来相比的。这以上三种就是保罗提出的三种的比较。伊考劝咱基督徒，毋通互世间真侪小事颠簸，直到袂记你上重要的代志，直到咱规个生命失去方向。保罗的提醒，嘛在提醒咱，互咱深思，到底我家己的信仰是在信什么？我要爱的是什么？现主时有真侪教会主张神功神学，去引真侪人过去。这传道者教导，上帝会透过你的信心来赏赐互你健康，互你俗世成功。因嘛相信耶稣的救赎，若是将人的罪提走，
并且嘛摕走你的破病甲你的丧凶。所以你若真好呀，你阁真健康，恭喜你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但是你若是瘦阁破病，歹势，上帝敢若无偌疼你。安尼教会伫遐画口号、画标语，听起来足振奋人心。但是圣经教导敢是安尼？若是追求成功，保罗为什么爱咱注目伫内在？注目伫迄个搁较大的阳光，注目伫上帝遐的永远咧。所以兄弟姊妹千万毋通互迷惑。现主是有真侪异端，因用迄个似是而非，看起来好亲像是诗的迄种观念在迷惑你。有诶爱你离开教会，有诶信用的诈骗集团对你提出无合理的要求。这个代志，咱若无一个健康正确的观念伫咱的内心，咱是无法度记载会掉的。保罗这段教导看起来敢若是第4章结束就结束，但是保罗的教导较牵到第5章的第1节。为什么经课表会将第5章的第1节放伫同一段的经文叫咱来读咧？其实以前的批信是无分章、无分节的，所以会将这节甲前一段放做伙，好亲像保罗伫遮做一个结论。因为阮知，阮伫地上所带即个报病的厝来拆起来，上帝会互咱天顶的厝，毋是人的手起的，是永远的厝。地上所带即个报病的厝，地上的帐篷，是伫讲咱的身躯。咱即个肉体是对地出属伫土的，有一日嘛会归土。所以即个身躯若甲厝比起来，毋是遐尔坚固，并且会当报病，嘛是因为暂时咱架骹伫即个所在。亲像咱中间有人去露营，露营会当报病，但是若叫你永远拢住伫报病，你嘛无法度忍受，因为困伫厝里一定搁较舒适。所以保罗用报病，就伫去形容讲，咱即个会败坏，有一日会消失。非常软正的肉体，但是保罗安尼的讲法，毋是伫否定咱在世的生活，毋是伫叫基督徒逐工伫遐敬虔、读经、祈祷，逐工求上帝将咱接走，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啊！因为基督的信仰毋是空，基督的信仰是肯定世间的艰苦，但是更较重要的是。咱肯定将来的喜乐，这个喜乐是对主来的喜乐。所以保罗才伫5章第4节讲，咱要踮伫这个报病白重担伫吐开，咱毋是爱褪去地上的体，是要贴属天的体，通互活命甲下血吞落去。虽然现主时因为罪的捆绑，咱的生活充满艰苦。但是，咱会当用仰望、备办好家己，来期待上帝所赏赐属天的体。安尼，即个属天的体生做甚物款咧？是黄金铺的道路吗？是宝石起的厝吗？伫第5章第4节讲甲非常的明显，属天的体就是咱国活的迄个体。当耶稣过来，所有相信伊的人拢要国活。然后上帝会赏赐予咱一个新的、永远袂败坏的体。这个体生做甚物款，咱现在无法度想象。但是咱爱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属天的代志。亲像你若去看3D 的电影，你若无戴迄个真特别的目镜，你无法度看清楚迄个影像。同款，咱若一直用世界的价值观去看上帝国的代志。去计算上帝国的代价，咱永远无法度会当理解。所以伫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有提醒：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对无看见的代志，
咱会当安怎用信心来期待，咱会当用信心来肯定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是罪人，咱拢伫即个世界伫遮滚过，但是咱的态度是啥物？有一个小故事安尼讲，伫经济萧条的年代，伫一条真闹热的街路，有一个外表斯文的人，胸前挂一块牌仔写讲 “Hire me”， 就是聘请我。但是伊的手摕一张1块的美金，互一个坐伫路边，骹前有一块纸板讲 “Down but not out”， 互拍倒，但是无倒落去的安尼流浪汉。一个是失业的人，一个是无厝通住的人。但是这两个人拢无互因的环境所限制，因对未来充满盼望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将眼光放伫国外主耶稣，放伫上帝所应允迄个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光，咱所受的委屈、现实的环境，永远无法度将咱拍倒。当然，咱会伤心，咱会失望，但是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愿上帝赏赐予咱教业的气力，来赢过这个世间的艰难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透过保罗伊亲身的经历，互阮看见艰难无法度将阮拍倒，因为阮是属于主的人，伫阮的内面嘛有一个信心的宝贝伫支持阮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伫生活中间，阮会拄着软弱、病痛、艰苦，互阮非常忧闷、伤心的代志。总是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安尼信心伫阮的内面，成做阮的宝贝，成做阮上看重的一个宝贝。阮恳求你扶持阮正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为着你做好的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